这样花开满山香，开在山院心坎里，心更红眼更亮，夜里真明亮。山头做梦王，呀这样农民思想大解放，都是貔貅钻天斗地，力量强。文化大革命真共辉煌。胜利中莫把斗争放。小花娘，小花娘，呵，我还没有回来。这么好的花生丢在地里，可有人怀疑丰收以后没有矛盾了。阳光雨庄稼，阳光雨露雨庄稼，三温开天的阳光，春天从你心更红，风吹过儿在探花，风吹过儿在探花，真来花。凤才郎能不能做到口力归朝呢？这里面就有矛盾。这个问题正是也要讨论讨论。对，找党支部去。大在红花百里香，风来曲走好风光。我来到过忙水开，边头花灯要进仓。革命侦探因自豪，三区迷茫的辽阳，西风飞，新官场，在堂当忙万物家理忙。爷，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，我家董生我他爹怎么还没有回来？老头子回来过了。哦，大概有去同人家也这样讲矛盾了。
队员同志们，大队有个通知。耶，是老头子在广播嘛？今天正式也要压着压，要摆一摆丰收以后的矛盾。丰收以后的矛盾？有人说丰收以后没有矛盾了。党支部号召我们丰收不忘炸大事，这个问题呀，要讨论讨论。哟，要讨论，搿当要好好研究研究，要不我这思想要赶不上形势喽。矛盾论。小娃，你到哪里去玩了？小宝来照顾你了。碰到了。他叫你一道去见地级花生。花生？哎，喏。哟，你已经捡回来了，真不少嘛。哎，有件小子等你开回。哦，我马上进来哦，妈妈。哎，我把小饼开回了，我去了。哎，你还没吃点心呢。吃回来再吃。喏，妈妈，这花生你要给我保护好。哦。妈妈，你一定要保护好，一颗也不能少啊。晓得了，保险一颗也不会少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这孩子，哎，我马上去洗洗干净，煮熟了给他吃。盐水煮花生，我小娃最喜欢。哟，一颗也不能少过。小娃娘，哎，小娃爹回来了。嗯，来，先喝碗茶。哎，吃了吧？不吃了。你看，我都像个小伙子了。这老辈子啊，夜间扎得紧，生产当头人。我看你呀，倒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小娃娘，自从这样解放到我们山坳里来呀，大家也就理不能辩证法，物质变精神，精神变物质，农业呀大寨的情斗啊，嘿，就像钱塘江水涨大潮，一浪更比一浪高啊！你呀，一直呀讲矛盾，忙得连点心也忘记吃了。小娃娘，中天干革命就要一直呀讲矛盾嘛。哦，提到矛盾，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。有人问，这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后有蛋，哎，还是先有蛋后有鸡呀？小娃娘，我们贫下中农一直呀，是为了用毛主席的这样思想，指导我们搞三大革命运动，可不能做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呀。人家说了，这个问题都讲不出，你推子也像一只样，那是老虎想上树。
这种胡说八道啊，都是刘少奇领标一类骗子造出来的鬼话。他们反对工农兵也这样，胡说什么农民天生不是也这样的料，只有他们的脑袋长得好。他们呐，就是为了搞复辟，欺骗神。秧苗百草要丰年，不准那鸡要蛋的牛角尖。天生愚蠢是谎言，人要聪明靠舌尖。贫下中农要怎样？要与三大革命竞相连。对，要这样是不能去做那个欺压怠牙的女角精啊！这就对了，小娃娘。哎，今天政治也要讨论丰收以后的矛盾，你也去讲讲啊？我，小娃爹，前手有矛盾，大丰收了，大家高兴都来不及。我想来想去，想不出还有啥个矛盾。大丰收了，也有矛盾嘛。小娃娘，不管是生产队里还是我们家里，都有矛盾呐。我们家里也有矛盾。小娃爹，我们这一家是贫农，老老小小都听毛主席的话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亲亲热热一家人，你说还有啥个矛盾啊？亲亲热热一家人就没有矛盾啦。小娃娘，什么事法都有矛盾，什么事法从头到尾都有矛盾。喏，我们每天都在和矛盾打交道啊。哦，你讲的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啊。对呀，也就矛盾了。我们不仅要懂得矛盾的普遍性，还要着重弄懂矛盾的特殊性。矛盾的特殊性？是啊，每个矛盾都有它自己的特点。我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矛盾，也就看不到普遍存在的矛盾啊。一个个具体的矛盾。小娃娘，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好好讨论讨论。对，吃了点心再讨论。好。哟，袋里分花生啦？不，这是小娃借来的地结货。哦，借了这么多啊？多嘛，好喽。地价多了，集体收的就少了。小娃娘，我们要把毛主席这样思想也好，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呀。对，要理论联系实际。比方说，这捡花生吧。捡花生怎么了？捡点地价是可以的，不过要不是小宝来叫小娃，还捡不了介许多年。哦。我把来梨花生宽，我把来梨花生宽，可怜长得肚饱满，可怜长得肚饱满，花生宽，可怜家时间短，为什么借来花生又半烂？小娃他上夜用功，为家勤劳与能干，我做妈的心里等喜欢。王有才的儿子来叫小娃，随风作澜，成天天，不与我心中起泥团。为什么地价会有这样多？为什么买好的花生都
什么小宝前来压小娃？为什么城里悠悠流言传？说什么风水以后不矛盾，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斗争，不罢官？这花生这流言，莫非其中有牵连？这花生这流言，莫非其中有牵连？骂你搬家要下雨，必须要细研究细分析，调查一番。小娃爹，吃点心了？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。哎，吃了点心再去嘛。马上就回来。小花娘，这花生米可要保管好，一颗也不能少。晓得了，小娃老早就关照过了。好。嘿，这老头子啊，啥事情介要紧哦？哎，刚才老头子说要把毛主席的职业制作也好，就要理论联系设计。我联系啥个设计呢？哟，辰光不早了，我都赶快煮花生去。小娃他接了花生拿回家，回去提示煮茶，红小兵怎能不做好榜样？我要狠狠批评他。小娃，小娃，小娃，东升啊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妈妈，妹妹呢？她呀，刚刚回来又出去了。妈妈，哎，今天妹妹去捡花生了？是啊，捡了8来年。她哪回家了？哪回家了？她是捡哪个捡的？捡哪个捡的？看你问得稀奇不稀奇？地家花生嘛，当然是捡自家捡的喽。捡自家捡的？嗨，怎么啦？捡了花生不送到队里去，拿回家里来，这样什么话？我把花生送到队里去。哎，你这是说啥呀？你妹妹捡的是地家花生，拿回家来上上心嘛，有啥不可以呢？什么？你还要叫她上上心？嘿，小娃关照过，要我保管好，一颗也不能少。啊？我一颗也不能少，我啥一颗也不能要。哎，谁也不能动。小娃捡来，小娃吃，连你要认负责。你就是从他，你妹妹玩笑嘛？笑。爸爸说过，我们就是要从小培养爱国家、爱集体的思想嘛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这点道理我还不晓得。花生已经倒在锅里了，我还要烧火去。妈，苗庄要靠玉露洒，子不相养花不发。小娃他不把集体心常挂，就应该好好批评教育他。我说你呀，你独当门外黑龙堂，动不动就把毛草心子发，小娃他接的地家上上心，你芝麻当作他西瓜。说什么芝麻当作他西瓜？
晓得晓得。晓得晓得。妈，不要吃老本，有你辛苦吗？妈，爸爸说过，我们一届毛主席这一组织，绝对把思想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去。好好好，就说你的水平高，妈了嘿。你爸爸的水平总不见得比你低吧？他看见了花生也没有意见。爸爸没有意见？哎，不可能。我爸爸共产党员思想好，打功夫是层层跨，不像你眼睛只看比肩下，公私不分，里昂混杂。啊，我公私不分啊！你葫芦当个水苗拿，乱开毛嘴把人家。你不讲原则骗无他，充了小娃爱小娃。一家三三多好结，用不大你瞪大眼睛教训吗？毛病求财你身上，头脑里还有点个人主义小尾巴。啊，就我在嘎大个帽子啊！你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讲了，我啊要治花生去了。妈，不能治，就是要治，就是不能治。你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为宝兰花生闹矛盾了。哦，刚才你还说情情爱爱一家人，怎么现在也闹起矛盾来了？我，哈哈哈哈！爸爸妈妈她有事情，你听一听，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，同我闹翻天了。爸爸，妹妹寄回来的花生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你没有意见？哎，爸爸你，哦吼，这叫做盐菜缸上加了盖，不知道盐的是花还是菜。掀开盖子看一看，正确的结论才出来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。哎，妈妈，花生呢？姑姑，你爸爸，怎么啦？为了宝兰花生闹矛盾了。矛盾闹得完不小你。是不小嘛？哎，这样吧，有了矛盾，我们就开个家庭会，辩论辩论。好，我同意。我也赞成，辩就辩。爸爸，小娃姐，妈妈她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这个家庭会要开得好啊，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只有弄清矛盾的特点，才能解决矛盾嘛。不然发生的事，大家来分析分析。好，分析分析。我先说，今天这件事出在小娃身上。小娃不要急，等他分析完了，妈也要分析。你说啥？你为啥把寄来的花生拿回家，让妈妈指着了给你吃？啊！你怎么把花生吃着了？耶要你背，要你背！耶，怎么啦？啊，怎么啦？我是在内里捡的呀！啊，小娃，不要哭，慢慢讲啊。宝贵叔叔不在，我叫妈妈写就报告。一哭也不能少。你怎么把花生吃着了？妹妹，妹妹，我错怪你了。哎，不要紧，花生我还没有吃呢。啊，花生我还没有吃呢。没吃。嗯，那好，我马上去内里送去。
情啊，小娃没讲清楚，也怪我没问明白。算了算了，小阿娘，我们这个会还没有开完呢。还有啥？华生叫了，矛盾并没有解决，还要进一步分析。对，这是公与私的矛盾。啊，公与私的矛盾啊！董事，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，检点地价划分本来是可以的。董事，你听一听。小娃娘，小娃把艰难的划分交接集体，这是好事嘛？我们贫下中农就应该培养孩子有毫不利己、专门立身的精神。妈，你听，你就是有私心。你，小娃爹，你倒说说看，难道我？划分的事虽然小娃没讲清楚，可也说明你成色还有差距呀。哦，好啊，你们父子俩一打一挡，一唱一帮，一个是我有私心，一个是我神色差，把矛盾都对着我了。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，要彻底解决就得充分揭露。啥？还要充分揭露？对，不然发生的矛盾是要好好解决。这里面有阶级斗争。啊，阶级斗争！你把丰收以后的矛盾都对到我头上来了。好，要解，你去解吧。小阿娘，妈，董事，爸爸，你看妈这个态度。董事，你不要心急嘛。爸爸，刚才你说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，对妈妈这种思想就是在开展对争。可你，董事，你劳动生产向猛虎下山，这是好的。不过解决思想问题可不能向猛虎下山啊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。要解决今天这个矛盾，就要把本来发生的来龙去脉弄清楚。你还不了解这个矛盾的特殊性质。这波兰花生还有什么特殊性？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，你问问小娃就明白了。小娃，小娃，今天这波兰花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去队里接个地价呀！小娃，来，波兰花生哪里见？是不是撑不起点新开店？对，想不让我一动气，我对面他在前，网友在前面收花生，小宝跟在他店里边。哪里地价真正高？一苦苦胖子苦来种公园，想到他一我见了一门子，他的面帮他们上前。小娃，他把花生背到哪里去了？当然背到队里去了。不，背到他家里去了。啊，背到家里去了。王月才这个家伙，妈，喏，花生都在这里，一颗也没有少。爸爸，你看，小阿娘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就是对你有意见。有意见就讲嘛。我平时疼爱小娃，看他高高兴兴捡了点花生，让他上心。为了这点小事，动身给我戴大帽子。他是年纪轻，虎跑型，可你也打扰我不放，我想不通。小娃娘，
平日你为集体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也算得是与集体心心相连呐。爷，你刚才还批评我，现在又表扬我，你这是一分为二嘛。小娃娘，你平心静气想一想，为什么一家人对本来花生的态度不一样？小娃他见了花生叫公家，东升他集体里挂心肠。你只想要接孩子常常心，恰不知花生里面有文章。刚才我田地调查明真相，王有才回土里面把花生藏，叫小宝来呀小娃一同见，方向把平下做弄，作为挡风墙。啊，是这样。我还以为他们真是间谍家里。王有才不是间谍家，他是我集体经济的想家。妈，今天这件事，你是帮了王有才我强家啊？你怎么把我同杂毛弟子王有才连到一起去了？董事，矛盾各有特殊性，不同性质要分清嘛。王有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行不是？你骂他是阶级情人，一时没有擦亮眼睛吗？是啊，我哪里想到王有才扎了弟子帽子，还在撒花招啊！扎了弟子帽子，不等于挖掉了剥削阶级思想根子。小娃娘，你们来看，这就是我从起便地里接来的花生的，上面长的都是些好花生呐。王有才到此散步，风水又没有矛盾，就是为了借时机当掩护。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呀！斑斓花生摆眼前，一场对阵在天间。风水无矛盾，是雨晴风不止，从没有风平浪静的太平年。回想当初合作花，有成色鸡毛不能飞上天。58年，生命共财他把转，有成色7月花一日鲜。我们铺竹里越艰险，迎来了鸡毛上天在花都越开越鲜艳。文化大革命，翻修仿修一路线，继续革命永向前。呀，这样有声声一听
是南攀这崖山，他们造谣言告诡辩，以假乱真打成天。毛主席的抱负，毛主席的抱负多千遍多万遍，越多言越亮，越多字越尖，红色心头上，真假能分辨。小花娘啊，对正这样记心间，不对着腿，对着向前。想不到丰收以后还有矛盾，这波兰花生里面真有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斗争啊！对呀，今天分析了本来发生的事，我们看到了这场斗争。我们只有看清像王有才利用地价、挖乡家这样一个个特殊矛盾，才能看到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啊！小娃娘，矛盾的普遍性就在矛盾的特殊性里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看不到矛盾的特殊性，也就看不到矛盾的普遍性啊！对呀，毛主席的这样思想，真像是一把金钥匙，打开了我的心窍。这样解放高山望，积水武器攻农囊。从今后我要真正加这样一方为爱，对生对死对自强。小娃娘，你这是思想上有一个非要啊！爸爸，今天这个会开得真好啊！对，开得真好。小娃娘，见你。接我，晚上把他带到政治野要去，讲讲丰收以后的矛盾。对，我是要去讲讲这波兰花生里面的阶级斗争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上这样从这样家的课堂上，我私奔的解放出来，变为群众手里的减税武器。我们一定要在斗争实践中也好毛主席这样子做。工农兵就是能攀登这样山。阳光雨露，一朝阳，风水对，镇山望，身边聪明心更红，三次改变这样话。